发展的3课拢是新种者填3培训班学员的成果，是罗工局委托中华职份教育发展协会举办的新种者培训班。那包括在服饰的一个部分，像裤子啦、帽子啦，还有手提袋，包括零钱包，还有一些手工艺品类的一个制作。课程予学员对针线一直到裁缝机的使用，还有做衫、做袋啊等等的物品。透过这摆课程，嘛当培养因专业的能力。感谢执行长，感谢资讯中心，感谢劳工局举办此职业训练，让我们有机会来参加此职业训练，学习到一技之长，也学到许多车缝、手缝的技巧。现场嘛邀请企业面试培训的学员，替因争取适合的工课，让因会当有好的生活品质。